头包不能配酒的，怎么会跟酒有关系呢？头包配酒会有问题的。我真的很佩服你。来，这个没人韩国的吧？哎呀，我再当着你的面，来，我再给你吹一个好不？这个还是有多的，好吧？又当着你的面，又新拆封的一个吹气嘴，好吧？看着的啊，来，吹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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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看一下数值，多少？念出来。21啊。21已经达到了酒驾的标准。我先不跟你讲酒驾这个事情，我先跟你讲一下，头孢不能跟酒一起搭配在吃的一起，好吧？头孢和酒精大剂量会致死的，你晓得不？知道。你知道啊？我真的佩服你了。他们爸妈要我喝了一杯，劝你酒的这个朋友，他晓不晓得你吃了头孢？他不知道。你晓得你今天要是真的出了意外，他要负责任的，你晓得不？有可能他会后悔一辈子。这个真不好笑，真别笑。女同志，你的驾驶证带了没有？没带。你现在已经达到了酒驾的标准，将面临的处罚是罚款1000元，驾驶证记12分，会要重新考取科目1理论考试。如果你对我们的酒精测试有异议，可以申请抽血，是你的合法权利。这里有个女同志，吹21，先给她把单子开好。我再次跟你确认一下啊，你如果这里确认了不去抽血，你不要等下离开我的视线之后，转回来你就说你要抽血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只有现在你说你需要去抽血，我就带你去抽血，再次跟你确认，抽还是不抽，是否有异议？根据道路交通法的第95条啊，是要对你的车辆进行暂扣，知道不？车子开不了。他的车。不管是谁的车，车子要暂扣。这是我的车这个，他是驾驶员啊，过去是检测。车开了车了，没带驾驶证啊。没带驾驶证要扣车啊！我有驾驶证啊，我开的。不是你开的车了。你开车啊？哎，要不要再吹一下气？你开车？我曾经开的是后面他开的。后面他开的，你也开的是吧？